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看到，上任近1年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名望一直低落。星期四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场内场外都遇到示威抗议。泛民主派议员斥责梁振英各方面的施政都日趋中共化，必定不得民心。 特首梁振英下午3點半準時步入立法會議事廳，首先是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議員起立抗議。而家係選擇以站立嘅形式咧，係要抗議同埋譴責政府同埋警方係去政治迫害同埋呢個選擇性嘅檢控。范國威議員現在。 范國威之後被主席下令逐出議事廳，接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人民力量3位議員不滿梁批評拉布的言論，先後高喊口號抗議。陳偉業議員、陳志全議員全部立即離開會議廳。多位泛民議員批評梁振英政府施政越來越中共化。 警察喺香港嗰個維穩嘅能力咧，容乜易將來喺重要嘅日子之前咧，又會對人有啲人咧又話你10幾年前冇過非法過馬路啊咁樣，令人咧就以為係政府咧用政治嘅手法去打擊異見。咁我希望特首咧係聽到我哋市民嘅聲音，就唔好咧以為呢啲咁嘅即係滅聲啊，又甚至令人覺得係恐嚇嘅手段咧係可以得逞，因為一定會弄巧反拙，市民係睇得好清楚嘅。另外，答問會場外，一批法輪功學員到場抗議，要求梁振英停止迫害法輪功。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